太宗李世民建立的大唐帝国，在经过安史之乱后，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。唐朝亡国以后，进入五代十国纷乱的时代。短短数十年间，江山频繁易主，朝廷屡屡改姓，百姓民不聊生。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。臣请皇上回宫上朝。皇上，给我看！给人看！给人看！看什么看？臣请皇上回宫。皇上，皇上，滚一边去！皇上，回宫上朝啊！臣请皇上回宫上朝。臣请皇上回宫上朝。皇上，皇上回宫上朝。爹，大哥，回宫上朝啊！爹，你不要拦住我！爹，你放开！放开！爹，爹，你怎么样？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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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。不要杀人！走，走吧。走。站住！爹，跪下！你们俩去哪儿了？匡义，说，你们俩去哪儿了？我把观花楼给烧了。你把观花楼给烧了？你这会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的。你以为一把火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？爹，孩儿不过是想给皇上一个当头棒喝。如果他执迷不悟，就算您跪死在观花楼前，汉国的百姓也不会有希望的。给我小声一点儿。他做他的君，我做我的臣。我谨守做臣子的本分。这样的朝廷令人失望。就算您守本分，那受苦的还是天下苍生啊！再令人失望，他还是朝廷。没有国，哪有家呀？你给我听清楚，谁登上那张龙椅，我这做臣子的就忠于谁。君有道，是百姓的福气；君无道，我进谏就是了。那进谏不成呢？就像爹您现在这个样子，被打得半死吗？爹，
大哥他说的对啊，大哥这一把火，比您跪在观花楼3天3夜强多了。爹，您忠于朝廷没有错，但是您消极守旧的想法，孩儿却不敢苟同。爹，孩儿要离开，孩儿胸怀大志，留在京城却苦无出路。我想出去闯一闯，希望有朝一日能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情。驾！臣等叩见皇上。郡公，郡公，裴厚德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刚刚画了一幅墨竹，你看清楚了，这起笔方法是不是显得竹叶更有神韵呢？郡公，小的哪懂这个呀？燕王和编号大元帅伐南楚，凯旋还朝，宫里上上下下都在忙着迎接呢。皇后娘娘特别叮嘱，一定要找到您，把您带去呢。征伐掳掠，生灵涂炭，有什么值得庆贺的？我不去。哎，不去可不成啊！小的孩儿参叩见娘娘。见母后。母后就是担心裴厚德劝不动你。母后，儿臣不想去。你大哥是打了胜仗回来的，你去迎接他，他会高兴的。你的画越来越有进步了。大哥好战，儿臣又不喜欢杀戮，您让我怎么去恭贺他的凯旋呢？你这个孩子，国家大事你当然可以不管，可这是兄弟之情，你祝贺大哥凯旋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可我去了，不就等于认同他了吗？大哥就希望你认同他，只有你认同了他，他心里才安稳。生在帝王之家，还是那么不自由。傻孩子，又在说傻话了是不是？父皇给你的自由还不够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是一家人，他是你的亲兄长，给母后一个面子吧，啊？征南楚大将军主帅编号副帅李弘基，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快快请起，谢皇上。赐座。编号一路辛苦，你坐吧。谢皇上。有什么话让弘基说。启禀父皇，南楚已灭，从此以后，岭南8州土地都归我唐国所有，楚国百姓现已归顺为我大唐子民。楚王马希鄂及其家族300余口已戍守就擒，现已押赴到京，有降书在此，请父皇预览。好啊，你们2位将军为我大唐立了大功啊！朕要好好的犒赏你们啊！皇太弟，在，你负责总理内政，你看看该怎么奖赏他们啊2位将军立了大功，自然应赏。不过，皇上，臣弟听说他们除了俘虏了马希鄂和马希崇一族300余口人之外，还俘获了1万多名南楚的精兵。臣弟倒是要问问燕王，这些人目前何在？我全都杀了。杀了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燕王，皇上在问你话呢。既然他们已归降我朝，你为什么还要把他们都杀了？那是因为本王无法确定，在回金陵的路上，他们会不会合起伙来谋反？你胡说！你分明是为了怕麻烦才妄杀人命。不错，我是怕麻烦。这1万多名俘虏，一路上要吃要喝不说，我还得处处提防他们起来造反。稍有不慎，这一次的战果将会前功尽弃。所以你就一刀一个的了结了他们。皇上，1万多具死尸，叠起来就是一座小山呀！皇上，
别说是血流成河，漂流数十里，光是他们的尸臭四处飘飞，就足以使整个岭南闻之作呕，数月不散。我杀都杀了，那又如何？人命关天呐！他们是俘虏，俘虏也是人呐！俘虏不是人，俘虏怎么不是人啊？大哥，你刚才不是说过吗？楚国灭，楚国的子民就是我大唐的子民。我大唐岂是视人命如草芥的蛮邦？不错，楚国灭，楚民就是我大唐的子民。燕王，你难道就是这样对待我大唐的新子民吗？你真的好残忍！难道你没有听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吗？可怜无定河边骨，有事深闺梦里人。你怎么就不替他们的家小想一想？六弟，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嗯？父皇，请容儿臣先行告退。小的见过燕王。我问你，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你是故意随皇太弟与我作对的，是不是？大哥，从家从来没有跟你作对的意思，我只是不忍心南楚1万余名降兵被杀。你给我住口！我不是来听你解释的，我警告你，皇太弟与我不和，你要是选边站，你得慎选。大哥，我没有要选边站，我也不会选边站。你是我大哥，皇太弟是我皇叔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是应该要和乐相处吗？乐弟，你也太会说笑了。在民间，只要牵扯到利害关系，哪怕就是一家人，也无法正常来往，何况是皇家。我不喜欢这样，我也不喜欢这样。可从古至今，皇位只有父传子，哪有什么兄传弟？只听说过皇太子，哪听说过什么皇太弟的？可它偏偏就发生在我们大唐国，发生在我李家。哼，原本该在我身上的东西，现在都没有了，这是我的羞辱，你懂吗？大哥，坐在龙椅上要负的责任，比做针毡还难受。你何必呢？我没你那么豁达。哼，六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劝我？难道你以为你天生其貌有帝王之相，你就想跟我争皇储之位？你难道是在拉拢皇叔，以退为进？大哥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你最清楚，我从来都没有非分之想。是啊，我当然知道你没有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怎么做兄弟呀？军公，军公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到汉国去。汉国？军公，不行啊！汉国已经不是我们大唐的土地，而且我听说那儿正在闹瘟疫、闹饥荒，太危险了，小的绝对不会让您上船的。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了解我心中的苦吗？可是，小的我也不能就这样的。别可是了，我已经受够了他们争权夺利，我受够了他们不断的征战杀人，我阻止不了，那我只有走了。我得去透透气啊！军公，您去透气也不用去汉国那么远的地方去透气啊！船要开了，你们上不上船呢？放手！我是军公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那我走了。军公！哎呀，燕王，欢迎！皇上没有给你封赏，下官摆了个家宴为你庆功，你看如何啊？你这花园装点的比节庆还热闹，这就是国强民富嘛，人生只要快乐就好啊。嚯！人说韩熙载豢养歌妓不加约束，而且还纵容歌妓与宾客杂处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还不相信呢。不成体统，让燕王见笑了。
简直是不堪入目。孙大人，这又不是在朝上，干嘛老板着脸呢？既然下了朝，就应该想办法让自己轻松轻松。今天我们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，没有官员和百姓之分。只要我们心情愉快，比什么都强嘛。愉快？你这是糜烂。今天你邀我来，说是为了商讨燕王接管东宫太子储君的政事，可我不是来欣赏你荒唐的夜生活。哎，孙大人，不要着急嘛。这饭要吃，正事要谈，舞也要看，我们总要掩人耳目嘛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周宗周大人也请来了？当然来了，而且给足了面子。等一下，他的女儿娥皇还要为我们亲自献舞呢。哦。皇上，好！民女周娥皇拜见皇上。啊，起来起来，都起来！谢皇上。周娥皇，皇上，这是微臣的小女啊，刚劲中带着柔美，刚柔并济，跳得好啊！谢皇上夸奖。周宗啊，你竟然藏了这么一个优秀的才女在家，朕都不知道啊！啊！郡公啊，天色这么晚了，咱们赶紧找个地方住下吧。小心点儿。好，来。哎，厚德啊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郡公，他们在倒皇粮呢。他们在倒粮啊，偷盗官粮，那怎么行呢？哎，郡公，您就别管闲事儿了，这可是中原，听说中原经常饿死人，他们倒皇粮。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哎，他们有苦衷，应该去跟官府商量开仓赈粮，怎么能自己偷呢？哎，他们偷了，自己有饭吃，其他人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郡公，哎呀，喂，公子，公子，你们倒皇粮啊！你什么人呢？别在这跟我捣乱！我是怕你们被抓啊，傻瓜！去，怕我们被抓？那好啊，你出去帮我把风啊！我才不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呢！走。到那边去看看，快点，去那边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在这跟我捣乱，不要妨碍我们结官济贫啊！公子，我们快走吧，别多管闲事了。哎，结官济贫，那你们是在行侠仗义喽？
那行侠仗义应该要光明正大的，你们可以要求官府开仓赈粮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？官府要是肯开仓赈粮的话，那会饿死这么多人吗？不如这样，我帮你们写陈情书，好不好？交给官府呢，一定管用的。哎，对，我家公子文笔好，写了一定管用。我们就是因为有人要求开仓赈粮，才被狗官抓去打得皮开肉绽的。傻瓜，你傻呀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哎，那你们还可以击鼓鸣冤啊！哼，击鼓鸣冤？哎，你要是天皇老子，他准会答应你的。我才不信呢！我待会儿就去击鼓鸣冤，你等着吧。好了，别敲了，大人升堂让你进去。我进去了啊！等啊！这个狗官不是个东西，我陪你一块进去。哎，公子，在这儿等我啊！走。客官你好，掌柜的，听说贵店的酥饼远近驰名啊。那当然了，小店北到漠北，南到岭南，名气大了去了。好，帮我拿一盒。哎，好，马上。哎，大人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倘若朝廷不思开仓赈粮，饥民盗心四起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届时大人您又如何能够安坐府衙，独享富贵？大人，后梁唐晋，国祚短促，阴间不远，这其中的道理都值得我们深思。大人，我说的可都不是小事啊。你讲完了没有啊？讲完了可以走了。喂，那你是答应开仓赈粮了？谁说我答应赈粮了？做梦！哎，大人，那外面天天有那么多百姓饿死，你府库的粮食还那么多，为什么不肯开仓赈粮呢？哼，你小子什么态度啊？你是大人还是我是大人呐？我看你是没饿死，到这想先找死啊！哼，你身为父母官，不为百姓苍生着想，你就不配当大人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抓起来打！壮士饶命！壮士饶命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有话好说。刚才我兄弟跟你说那么多好话的时候，你听进去没有啊？啊！壮士小心刀啊！行啊，先放了他再说。还不放人？还不快放人呐！是。哎，我说你不用谢我了啊！我早跟你说过，他根本就是狗官。你还不快走啊？还想给我添麻烦呢？快走啊！壮士，可以放了我了吧？不行。要放你可以，立刻照我的话去做，明白吗？真的开仓赈粮了，这个人的方法真比我的管用。公子，您是找人吧？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人啊？哎，我想找一个人，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。一定能找到。我还没说他是谁，你就这么肯定？哎，公子，看您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中龙凤，哎，一副至富至贵之相。哎呀，看您胸怀士林汉墨，背负天地日月之精髓，一副帝王之相，千年一遇的帝王之相。他要是帝王之相啊，那我就是盘古开天地以来叱咤古今、威震八方的天下至尊的天子了。他算的还真灵呢，我还没找你，你就自动出现了。哎，他们已经开始赈粮了。当初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个狗官呢，不打不成器的。哎，你会看相是吧？你也帮我看一看，
看我能不能弄个官来做一做。哎，敢问公子大名？赵匡胤。赵匡。嗯。哎呀，大气，大气啊！匡子四海统筹，北地称王。胤，日月之下，左辅右弼。哎，公子，轮王统摄，您的确是天子之命啊！哼，瞧你还越说越来劲儿了。每个人在你嘴里都是皇帝，那谁来当老百姓啊？哎，公子，我真的会看相，我真的会。日后还望您多多提拔。哎呀，去，没完没了了你！走吧。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！我所犯何罪？犯了何罪？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大闹官府，挟持朝廷命官，胁迫官府开仓放粮，还问犯了何罪？来呀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有从家的消息了吗？还是裴厚德这个人机灵，从汉国的归德府捎回来一盒酥饼，透露了他们的行踪。哦，皇上，您看，这就是归德府的酥饼。正是。从家到了汉国，万一发生了危险，不知道谁还能保得住他。皇上是不是应该派个人把他接回来呀？随便派个人去，他未必肯听话回来。长生在，宣弘济进宫。是。皇上是要让弘济去接从家？只有弘济才能够压得住他。是。这下可好了，我跟你成了狼狈为奸的通缉犯，好好的一个开仓赈粮，搞得一团乱。哼，哎，这些你都看在眼里了啊！要不是那个狗官刁难，我何须如此呢？不过呢，不管怎么说，老百姓总算能吃顿饱饭了。你看，流民四喜，老老少少一个个破衣烂衫，骨瘦如柴，没有一丝生气。百姓们不应该过这样的日子。赵大哥，看你这么能干，为什么不报效朝廷呢？我想过呀，我就是想有朝一日一定要为朝廷重整朝纲。唉，可是我从汴京离开家以后啊，关西、关东、富州、随州，到了宋州，我整整绕了一大圈啊，就是没有人肯收留我。哼，我是空有一身本领，到头来英雄无用武之地啊。我对这个朝廷啊，真是失望透了。中原短短数十年，就换了4个朝代，10几个皇帝。这片大地，永远处在战火连天、无休无止的征伐之中。可怜大好河山，到处都是狼烟滚滚，土地荒芜，民生凋敝。最后，老百姓只好流离失所，四处为家了。汉国空有好山好水。皇上呢，却没有长治久安之策。身为朝廷，就应该担负起责任，想出办法，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好生活。赵大哥，你是个优秀的治国人才，朝廷没有你是一大损失。来，唉，可惜啊，空有一身抱负，也只能在这儿说给你听了，无处施展呐。哎，不如你到大唐国去吧。江南的唐国有一个仁慈的皇帝，我想到那里你一定可以好好发挥的。大唐国？哎，莫非你啊？我就是从唐国来的。嗨，你看，说了半天，
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哦，我姓李，我排行老6，所以你叫我李六就可以了。我是一个闲云野鹤、四海为家的诗人。诗人？我自幼习武，虽然肚子里面没有什么墨水，但是我生平最佩服的呀，就是像你这种能够写诗填词的文人了。太好了，今天这顿酒菜啊，我请了。哎，别客气啊，来干了。谢谢谢谢。老板，结账了。哎，坏了，我的钱呢？怎么了？哼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那个相士啊，一定是个小偷啊，他偷了我身上全部的盘缠。你等着我啊，我去找他，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赵大哥，赵大哥，赵大哥，哎，客官，应该够了吧？不许看，不许看！哎呀，不许看呐！哎，让一下！哎，公子，公子，我们快离开这儿！官府贴了告示，要抓你们两个。啊，贴哪儿了？那儿。岂有此理！赵大哥，我们不要待在这里了，不如你跟我一块儿回江南吧。哎，也好，反正跟这狗官说也说不清楚。我就跟你们去江南吧。好。哎，不过先陪我回庙里收拾行囊吧。好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快走！六弟出事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在这庙里头啊住了那么久了，现在要离开了。我得好好感谢一下神明啊！你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李六，我想问一下神明，我未来的前程如何？不如你问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入阁拜相。啊，入阁拜相啊？嗯。哎，心是不是太大了？哎，问问看嘛。也好对将来有个底。对啊。好。请教神明，弟子赵匡胤汴京人士，不知未来前程如何，请神明指点迷津。唉，神明笑我好高骛远，还想什么入阁拜相？神明啊，看我能不能做一个检校太尉呢？请神明指示。唉，还是没有，连个小城守备都不让我做，看来我真是没什么官运喽。唉，难不成啊，要让我当皇上吗？走。这个小庙已被我团团围住了。今天你们是插翅也难飞，还不乖乖束手就缚！上！给我听着，抓不到活的，死的也成，给我上！好！上！给我上！上！上！
杀！你们谁不怕死，尽管上来！哎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怎么能杀人呢？你杀了朝廷命官，你目无王法。我们最多是让他们抓走而已，为什么你要杀人呢？他们要杀我，要杀你，我能不杀他们吗？你草菅人命，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我不要你去大唐了，你走。不去就不去。哼，不识好歹，莫名其妙。哼，公子别怕，这个狗官也是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。赵公子是替天行道，他燕王大哥。你们两个护送郡公回江南，路上不得有半点差池，听见没有？是。裴厚德，你以后要是再敢私自带郡公离开大唐一步，小心我砍了你脑袋！是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刘弟，以后啊，不要太任性了。宫外到处危机重重，哪是你能应付得了的？你呀，先回宫去，好让父皇安心。我还要到江北14州去巡视，咱们呢就此告别了。你们先走吧。原来是个公子哥儿，怪不得处处自以为是，暗中有那么多人保护。哼，我白替他担心了。哼，真是。哎，他不让我去唐国，难道我就不去了吗？反正这归德府我也待不下去了，正好到别处去闯一闯。李六说大唐富庶丰饶，民生乐利，一点都不错。这才是老百姓该过的日子。看来啊，我是来对地方了。大唐可真是鱼米之乡啊！这该死的小偷，把盘缠全给偷了。哼！哎，管他呢，既来之则安之嘛。先想办法吃顿好的再说。江公子啊，你今天就别进这去了。哎，你放开我！妈，那么小看我，没钱啊？我有的是钱，凭什么不让我进？今天可就是对不住你了啊！咬娘吩咐的，不许你进去，我也没辙。哎，你搞清楚，咬娘是我女人，我来看我的女人，你为什么拦着我？我非进去。哎，抓住他！这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江公子，得罪了。哎，把他带到后边去。放开我！好好看着。放开我！小姐，这里太乱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看一会儿。你去跟掌柜的再要些纸来。哦。掌柜的啊，劳驾，我这把剑先押给你了，给我来份酒菜吧。小店从不赊欠。我不是赊欠，我只是一时不便，肚子饿坏了才把随身宝剑押给你的。你放心吧，很快我就赎回来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记得早点赎回去，否则弄丢了，小店可赔不起呀。哎，是啊，多谢啊。掌柜的啊，我们家小姐说她还要向您再要些纸张，账待会儿一起结。哎，好。
你几什么几啊？啊，眼珠都没有几个是我，你没见过女人吗？我天天来捧咬娘的场，你干什么啊？我伸手揍你啊！两位客官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你们两个谁先干了这壶酒？我咬娘不但陪她喝酒，还要陪她跳舞。你先陪我跳舞，我就喝这壶酒。来，耍赖皮呀！咬娘明明说谁先干了就陪谁。哎，我就赖皮怎么样？小姐，不答应。嘿，我就要先喝酒。不行，咬娘先陪我跳舞。不行，哎，放手！没想到，南唐不仅富庶，南唐的女子更是豪气大方，这才是人间天堂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两位大人。哎，咬娘，你先下去，我们是来找他的。姑娘了不起，有胆识，是否也陪大爷我跳一回？对呀，跳一个吧。放手！哎呦，你们两个大男人欺负人家一个弱女子，真是把我们天下男人的脸都丢尽了。是你惹的！别怕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王八羔子，告诉你，再不放我出去，等爷出来砸烂你的场子！不用你砸，场子也烂了。江正，你真是个扫把星，为什么你每次出现都没好事？幺娘，刚才是酒楼老板把我抓起来，不让我见你。不过幸好你来了，我没有白跑一趟。幺娘，别跳了，跟我一起走，我让你过好日子。哎，我最见不得那些男人一见到你就流口水的那副臭德行。幺娘，我们小时候拜过天地的，你忘了吗？哎，你真是莫名其妙啊！小时候扮家家闹着玩的事情，怎么能算数呢？我没忘，我一直记着。我警告你啊，
如果你还当我是邻居，我们还可以做朋友。如果你再这样纠缠不清，当心我们连朋友也做不成。哎，药娘，药娘。还有啊，我本来就是一个舞娘，那些客人要怎么对我都不关你的事。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来，我还是不会让你进来看我表演的。听懂了吗，江正？那，你有没有可能嫁给我？你养活自己都有问题了，你还要娶我？你拿什么养活我？等我赚到了钱，你嫁不嫁给我？等你赚到钱再说吧。真是。公子，承蒙舍命相救，周娥皇特来致谢。好，不用谢，举手之劳嘛。啊，姑娘何必专程跑一趟了？啊，我这个人受恩不忘报的。受恩不忘报？嘿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小事一桩。而且，刚刚那几个无赖，根本就应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一顿的。这是公子的剑吧？这。听人说，英雄剑不离身。剑不离身，那是还没有到真正饿肚子的时候。我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好好的吃一顿正常的饭菜了，所以我才……这样的话，我就更应该谢你了。那好吧，那就请我吃顿饭吧。好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姑娘能不能再跳一次舞给我看？可以，不过你也要再耍一套剑给我看。太好了，姑娘真是豪气干云呢。我赵匡胤愿意跟你交个朋友。那是一辈子的朋友吗？好啊，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可我还不知道公子家住何处，何方人士。好，在下打从中原汉国而来，汴京人士，在外流浪4年了。如果姑娘对在下的身世有兴趣的话，在下愿意慢慢的讲给姑娘听。慢慢说。那你要说多久？姑娘愿意听多久，我就说多久啊。你笑什么？我在笑啊。我这个人让我上阵杀敌，都难不倒我的。可是我和你……啊，不，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呢？想说谢谢我这几天陪你啊？是，谢谢，赵匡胤此生不忘。啊，对了，那天你说过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，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啊？我们只做朋友啊。承蒙阿皇姑娘不弃，在下真是受宠若惊。只是我上无功名，又无立锥之地，可是赵公子，
你有一身本事，又胸怀大志，满腹韬略，是朝廷难得的人才啊！我是的，难得姑娘慧眼。赵匡胤，感谢姑娘的知遇之恩。小姐，我给你们带点吃的来了。其实赵公子若不嫌弃，我可以请我爹帮忙举荐一下。你爹？是啊。不瞒赵公子，我爹是唐国前宰相，镇南节度使周宗。虽然他因病辞官，不管朝廷的事，但是要举荐个人才给朝廷，也不是很难的事情。匡胤不才，若蒙阿花姑娘尊翁举荐，有机会一展抱负的话，我定当全力以赴。燕王小心！保护燕王！一定要把凶手抓回来，查出幕后主使是谁。起风了，我送你进去吧。小姐，你们两个不会在这站一宿吧？那晴儿先回房了。你快上楼去吧，免得晴儿又要怨我了。赵公子，明天夫子庙花灯，再会。
我赵匡胤一定准时赴约。我赵匡胤绝不辜负姑娘对我的厚爱。快快快，在这边追！在这儿，这儿了！哼，杀！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你是他的同伙？不是啊，我是路见不平啊。见你的鬼！他是刺杀皇子的刺客。什么？追！往那边。将军府。走走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禀大人，属下无能，失手了。好，下去包扎你的伤口。谢大人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是。谁？大人，燕王到了。参见燕王。下官冯延鲁。下官李德明。下官钟魔。见过燕王。钟魔，李德明，你们两个人不是在监督河运公事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二人是听说燕王要来，是专程前来接驾的。是啊，燕王一路可顺畅。哼，不错，多姿多彩。本王才踏入滁州，就收到你们这么大的礼。这三个人，你们可认得？下官不认识。下官也不认识。哼，冯延鲁，本王这次是奉皇上之命来江北14州巡查的，没想到刚踏上你滁州，就遭人袭击。这么大的礼，你说，本王该怎么谢你啊？燕王恕罪，下官未能肃清地方宵小，下官愿自请处分，查明凶手。得了。如果凶手是出自你兄长冯延巳为首的朝廷五鬼所指使的，你查得下去吗？如果是皇太帝李景随所指使的，你会上奏皇上吗？末将一定尽力查明，给燕王一个交代。哼，走。来人，在。快去查明那个人是不是燕王手下。是。小姐，您约的是晚上，又不是现在。我呀，想现在去街上，给他买点东西。给他买东西？那你现在就送他礼物，会不会有点太那个了？太什么啊？别忘了，人家是大英雄，还救过我们的。老爷，
爹。我们现在就走啊！哎，皇上赐宴啊，点名让你参加呢。可是，爹，要不明天一早再走吧？女儿今天晚上想看花灯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时间紧迫。今天晚上我们不连夜赶路，明天一早赶不上船，我们就赶不上宫中的春宴了。可是爹，哎呀，找你呀也费了好多的功夫。晴儿，你呢赶快收拾东西，我呀到外面等着你啊。是，哎，爹，爹。小姐，